这个过年的期间车真多，驶高速公路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，乖乖来排队，才袂来破财。交通部高工局伫全台湾9个交流道的出口来设置着高解析度的摄影机，要来处理违规插队的车辆。若去互翕到，是会罚3000到6000。硬要插队，互后壁车收拢。也是强要驶过头，硬切出去，即摆拢总避袂过法眼。高工局宣布讲，已经伫全台湾9个重点的交流道的出口有安摄影机，若后壁插队，就会开罚单。是你唔对咧，是你唔对咧。插队要落交流道真正有够危险，不过即款情形真接发生，就用路人力反映讲，伫主化线前后插队，严重影响到行车秩序。即摆有到摄影机有3支集中伫个北部，高工局嘛呼吁用路人，若是要离开主线道进入交流道时，应该先驶到上界外口这个车道，才慢慢来减速。即摆分别伫塞车较严重的交流道有安摄影机，包括国道1号5股交流道、南口、大雅、顶金交流道以及国三南港系统、国三万丰、木沙，总共有9个所在。过年期间车流量较大，提醒乡亲来遵守规则，以免接到红单。